各位兄弟平安。这时，请咱用欢喜的声做来唱，咱搁三角主经来学老主。专心我可以，伊会陪伴咱到永远。伫顶礼拜，我有机会甲朋友Rocky Mountain update路途经过高山，看到大自然甲上帝所创造的关山深海，深深感受到人实在是真渺小，但是主有看顾咱，就亲像主咧看顾地上的百合花，甲天顶的花鸟一样，心中充满感谢甲喜乐。看到上帝的创造，咱只有谦卑到主面前，将咱的一切交付给主，主一定会陪伴咱到永远。一生，要做一棒。
人生境遇关关家家，坎坎坷坷，但是咱时时拢有主的看甲祝福，时时得到主的保守甲看护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也要勇敢的站起来，接受主的呼召，做主的精兵，兴起兴起为耶稣。Margaret Vogt， 咱拢翻做吴威廉牧师。伊伫1892年甲伊翁婿吴威廉牧师对加拿大来到台湾，伊是派来台湾的第2位宣教师来协助马偕牧师。马偕牧师来台湾开设教会，吴威廉牧师将北部的教会来整合起来，到今仔日的规模，伊也将北部的宣教中心对淡水刷到台北的鱼埔庄，就是今仔日的中山北路2段。马偕的伊这所在，伊踮遐买真侪土地，包括今仔日叫马偕的嘉新大楼、台湾水利大楼这所在。伊也
也是一个正出色的建筑师。台湾真侪教会，包括今仔日的一美大学，甲红毛城，就是迄阵的英国领事馆，拢在伊设计。日本时代火车的时刻表也是伊设计。伊当的1923年来过世，但是伊的夫人牧师娘继续踮咧台湾来服务。这张图是伊的牧师娘甲太平洋圣歌队的合照，人叫做伊是台湾教会音乐之母。伊时常来安慰正受苦人甲太过即寡人，互因得到心内的安慰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内底有一段，通过受苦甲三定来看到梦的记号，咱来唱第3段。宣教师来到台湾，因献上因的性命，将福音的种子挂落这个所在。求主，你在这个时代，你在这个所在，祈求你施恩的帮助，伫一间圣会，互一间圣会真侪移民者的光灯，真侪出外人的避难所，互你的字价得到高举，互你的圣尊名得到彰显，互你的阳光得到灿烂。这是阮要开心的聚会，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咱的敬拜中看到主你的阳光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是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60首，既然人有忧郁，悲伤。